出生于囊16岁的男孩东周尼玛，能吟唱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史诗最长一节。他在2岁时做了一个奇特的梦，从此便能口述这部讲述邻国传奇君王格萨尔王英勇事迹的史诗。这部史诗已有1000年历史，包含约120卷，超过100万行诗句。据说东周尼玛的惊人记忆力和歌唱天赋，是在2岁时梦中神明赐予的。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以说唱形式流传至今，篇幅宏大，情节丰富且奇特。2006年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唱诵艺人世代相传，是唯一活着的英雄史诗，记录了古代藏族人民的生活、战争、文化，对研究藏族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hina pambamba alo ya kare seraya Nina wasala lo pedi moya shashi lende ma chi la shi nong shi le ja cha lo nga la ri shi ya shi yang da ji mo lo ji la shi ya da ama ye ba sha la shi son ru mon dai do lo sha la ri shi ya zu pa ye da zo lo sha la shi ya当地区养大东哥罗马就那呀，俺家他们不打了兄弟上你家人都下个人了呀，俺家他们都了拦着呀，你怎么不你嘟嘟阿就呀嘛？你家在里头能就你那里口，当看见他大哥阿有呀嘛？你家在里头能就你那里弄个吃的大哥啊，这样嘛？你家他俺等这样你那里帮我。这是骗局吗？是后置剪接编辑的吗？他的非凡技能是由专业老师训练出来的吗？他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可以背上数千1万多字吗？他真的受到超自然的力量加持，能够唱诵这些卷册中最长的部分吗？这可能没有最终的解释，在西藏仍然有许多令人无法解释的事情。